香港一到夏天就成日打風，打風落雨，大家都會閂晒門窗，搞到屋企又焗又熱。呢個時候都會開冷氣涼啲，但其實都會有啲安全風險要留意。一般嚟講，大部分情況下打風係可以開冷氣嘅，前提係冷氣機安裝得夠穩陣，唔係應風位，同埋冇入水風險。如果你唔肯定冷氣裝得夠唔夠實，或者部機食正風，就應該暫時唔好用，安全至上。講到潛在風險，強風有機會令室外機摩打反向運轉，過熱之餘，嚴重甚至可能引發火警。而大雨倒灌，亦可能搞到電路板短路或者損壞。如果係窗口式冷氣，安裝唔穩陣嘅話，仲有跌落街嘅危險。所以建議大家喺打風期間，唔好開應風位置嘅冷氣機，轉用背風面嘅冷氣或者其他降溫方法。同時，最好喺颱風季節嚟之前，先幫冷氣機做好加固，再加埋防水措施，將接縫位密封好。開冷氣嘅時候，都要留意有冇異常聲響、震動大咗，或者製冷效果突然變差。一發現有問題，就要即刻關機，揾專業師傅幫手，千祈唔好自己亂整。等颱風過後，記得檢查室外機有冇移位或者損壞，有冇滲水痕跡、怪味，同埋睇下電線同插頭有冇受潮。建議可以先短時間試機，確認運作正常穩定，先再繼續用。有需要嘅話，應該聯絡專業技師做檢查同維修。平時定期清潔冷氣嘅濾網同排水口，都有助延長冷氣壽命，保持效能。總括嚟講一句，打風開冷氣可以，但一定要小心。最關鍵嘅係要確保冷氣安裝得穩陣，冇入水風險，位置安全。市民自己都要有風險意識，跟足安全指引。打風前後記得主動檢查冷氣設備。如果安全同舒適之間要揀一樣，安全永遠都係第一位。